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哦，真平安。咱今仔日即个，今仔日讲天搁要公迄个，继续讲天公。顶礼拜讲迄什物公？诶对，天什物？一话对咱无？顶礼拜讲天就是大自然啦，咱咧讲天公哦，就嘿，是自然的意思咧，创造宇宙迄个主宰。是。哦，所以呢，今仔继续搁要来讲即个天公。为诶什物疼戆人呢？戆人嗯，是毋是较好？做戆人袂歹款的吼。真是。戆人毋是遐简单做哦。真诶哦，戆人佫是毋诶，是假戆咱戆的？遮讲的戆，恁爱了解啦，爱了嘿，解，迄个戆是世间人讲的戆。哦，其实因是为着是，迄个正确的代志来坚哦，持，因是安尼，就无惊迄个权力的，无惊迄个有权势的人的压迫，哦，因安尼戆戆嗯，愿意牺牲家己，迄款咱普通人来当做戆戆哦，是安尼哦，像宣教师啊，宣教哦，师毋是因家己的国家生活好好嘛？因着是，走去一个足落伍的国家，去甲因传嘿，道，甚至互人欺负、互人拍，是，搁互人杀，牺牲哦，生命嘛足济。对，看起来是毋是真戆？其实是，因是互上帝听感动，愿意做这个代志，也准欢喜。是，所以咱知影天公听对，戆人的意思是，像对，即个，吼。对，嗯，即个吼，啊，对了，咱啊，观众朋友来啊！第一名，即份第一名是舒华呢，啊欢迎欢迎，真欢喜看到即个你。有来台南圣教嘿，会啦，即个来台湾足济摆吼，听讲伊逐嗯冬拢去台湾呢，即个牧师嗯，吼，真特别诶。对无吼？为虾物要伊讲着？最近咧小静去走去小静的国家，嘿，调工走去呢，足奇怪，人嗯拢要较嗯紧选吼，伊调工走去迄个乌克兰对无？嘿，伊去遐创啥物啊？嗯，对啊，着要关心遐艰苦的人，因为足济哦，囡仔惊做孤儿，是，大人拢战争死去啊，遐孤哦，儿着无人看，伊着去嗯。甲伊关心所以伊其实是去看囡仔呢，吼，佫是诶，迄个人感觉无啥物重要诶囡仔吼，嗯哼，所以这真正人会感觉伊做戆诶这吼，毋通互咱看做戆啦，对无？是为着迄囡仔吼，嗯，就是安迄尼，别人诶囡仔对无？所以咱为今仔日要来正确诶看一代志寡坚持，俗话讲会对吼，圣经为着正确诶代志坚持吼，这嘛是真重为着要，正确的代志，拢毋惊家己的是利益毋惊死诶哦，吼，毋对惊死就对对天吼，公听讲人，咱伫遮看到上帝，天公就是上帝啦就是迄个意思，因为是嗯，创造宇宙迄个主宰。格是，林德前书第1章27节，但是上帝经世间的戆的，来互智慧的人见笑；嗯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的，来嗯，互勇壮的见笑。是。来个说了一节，上帝也经世间卑贱的，是，人看毋上目的，以及遐个无的，来废无遐个有的。嗯，互人看无上目就看毋上目，即个人无啥物路用啦，无啥物事实，也无权力，是，也无钱也无权嗯，势，拢无。上帝着爱遮个人来废无遐有的。这就是哦，圣经的假释，叫咱是，做戆人我拄则已经解释过啦。对，即个戆人是世间人看做戆，毋嗯，是讲真正的戆，伊是真正超过普通人的聪明。因知嗯，影因的价值伫倒位，因知影是，因的人生的目的伫倒位。嘿啊，咱即阵要来问观众朋友哦，敢有嗯，去互人骂讲是戆人过吼？咱想要逐个拢有经验对无吼？像讲以前我要去国外读册时人就讲哦，你做戆诶，因为你无趁钱，佫了钱吼，去遐读册要创啥物安尼对无吼？嗯，其实是无共款诶看法安尼，所以咱今仔佫要讲另外一个人。咱圣经有迄个故事啦，就是讲但以理
即个但以理古约圣经，即个但以理咱拢真熟悉。伊是以色列的人，毋过以色列咯，因的国家已经灭亡，就是讲因全国的人拢互巴比伦国家掠去，但以理也其中一个，互人掠去伫巴比伦。伫遐当然做奴隶啦，你互人掠去要做啥物？毋过王呢？国王就吩咐伊的太监长讲：你甲我选4个人，4个遮掠来的奴隶吼，经4个较少年的，较聪明有智慧的感觉的，甲因饲好，安尼肥吼，来饲好做好看，来分配伫王的身边，就安尼分派讲，你逐日吼，王就分派讲，王就分派将王所食的好物。甲所啉的酒，每日互因1份，培养因3年久，然后互因军队伫王的面前。王安尼规定规定爱3年哦，爱安尼做。这属好呀，互人掠去，佮有通食国王食的物件。伊的酒迄足高级的呢，一罐是毋是10000块啊，4万块？对啊，而且3顿了，开当去见国王的吼。这个会当逐顿拢食同款，这已经欢喜甲。毋过，但你足戆啊，戆甲啥物呢？戆甲无爱啦，无爱食。伊讲你互我啉水就好，白滚水就好啦。互阮食素菜就好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安尼呢？咱看，迄个太监长就烦恼呢。伊讲，你毋食，你毋食。国王交代，我足惊王呢。你若毋食，你若讲饲甲，甲恁饲甲黄酸淡的，我即个头壳就保袂掉啊！一定会互国王甲抬头。伊就但你咧甲伊安慰讲，无要紧啦，你甲阮试10日看卖咧。但你将伊对伊讲，求你试看你遮的萝卜10日久，互阮食菜啉水。我要食菜甲啉水就好，阮无爱食恁的猪肉什物肉，阮无爱。我也无爱啉酒我要白水就好。恁若无阮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因的食禁忌足济啦，因有分做咱知影较早咱有咧讲入去方舟，入去迄个方舟内底动物。那洁净的动物就7公7母，7对啦，有无？若无洁净的1对就好。就是讲因干会当食有洁净的，伊有分啦。无猪就是无洁净啊，羊就是有洁净啊。安怎分这详细伫圣经有写。但你就是讲，阮无爱食迄个无洁净的来互阮的身躯。垃圾的，上帝是垃圾，但你是一款人，伊认为安尼做，因为因就是爱安尼做，伊就是安尼无惊国王什么人拢无惊，伊就安尼来要求，无惊家己的利益，想讲有别人食，有酒人啉，算袂真好吗？对免费的呢？免费的。免费的，迄若我拢逐工去食。以前我伫国外的时嘛是诶，逐工都去食免费的，去教会食免费，我趁着。伊两件代志啊，因为安尼上帝足疼伊，所以伊有足世界拢安尼坚持。最后伊食老的时阵，伊经过4个王，巴比伦已经互。波斯甲伊灭国，甲伊消灭啦，伊还阁伫咧，但以理还阁伫咧。毋过每一位国王拢足尊敬但以理，因为伊是足聪明的人。伊你若毋捌的代志去问伊拢知，甚至你做梦袂晓解决，心郁卒，你甲问伊也能解说。所以逐个国王拢足尊重。所以但你遮互陷害。伫波斯的第一任国王大利乌王的时候，互人陷害，人逐个讲即个人真哩红，就目眶就赤目就对，你甲害讲，咱来规定甲煽动王啦，讲咱规定讲30日内，什么人若拄去王以外你袂使向别人祈祷，向别人求，
若是有安尼做诶人，甲掠来关，甲掠来刣头就对即了。个人做了解伊呢吼，知影伊逐工爱三届啊，祈祷，伊伊每一日爱3摆祈祷，祈祷个光明正大哦，伊是窗仔个开起来，面向耶路撒冷哦，一声一定互掠去诶。国对，王毋知，国王是足听但以理啦，毋过伊毋知影遮诶奸臣是要陷害但以理，国王毋知，所以国王就戆戆啊下一个命令，讲即个命令有哪真正确诶吼，讲你拢爱拜国王，其他袂使。结果伊知影讲哇，但以理互掠去啊，伊就讲无法度，就互抌落西啊，抌落西啊，后来无食去，即个部分咱就免讲，因为咱前届吼应该有讲讲过过即个故事吼，是，所以咱知影但以理到巴比伦国灭亡，到波斯帝国诶时阵，抑个伫咧。个伫咧，所以迄个古列吼，古列迄个王，就引准伊时咧倒转去去因诶圣殿，毋惊引准因倒转去去圣殿，讲恁爱诶材料，国家拢总甲你供应较够，所以做个势因就等于重建圣殿。所以因为伊戆戆拢毋惊，即个戆戆诶但以理吼，伊会当做真济代志。佫有咱看科学家，吼，若是吼，咱看科学家有哪戆戆啦。我有发现讲，有一个叫牛顿，大家拢知诶故事啦吼。伊1687年诶时发表自然诶定律。其实自然诶定律吼，就是上帝创造诶法则啊。上帝用什么办法做诶？这叫做自然定律啊。就是万有，就是讲，逐项拢有因力、吸引力哦。地球啊，还是讲什么月亮啊，什么拢有因家己诶吸引力。哦，来总是伊所发表迄个自然诶定律哦，就是上帝创造诶规则。迄个规则，咱即阵要甲研究，咱找无几个人会晓诶，是来讲。毋过，因为迄个牛顿哦，伊受上帝诶启示来专心来研究这个问题。伊家己有饲猫啊，饲一只大只、只细只。伊在伊诶门骹叫人甲挖2孔，一孔大孔诶，互大只猫；一孔细孔诶，互细只猫。爱挖2孔，安尼是咪戆戆？对啊，真正诶吼，伊会当。大孔诶，算是就解决啦嘛。遮尔有名诶科学家，这有名诶戆有无？迄毋是伊戆啦，是伊专心注重一个足重要诶代志。所以剩诶小块诶代志，就无可以甲想遐济所做出来诶代志。所以咱知影吼，无论信仰就是牧师、宣教师吼，因咧研究圣经。因研究真深吼，因诶信仰拢会真好。科学就是研究上帝创造诶方法。地球甲月亮是要安怎转袂相同咧？是要安怎袂相同？为什么因着伫遐研究？伊最后诶目的、最后诶结果，就是讲发现讲原来就是咧创造宇宙迄个主宰太厉害，所以科学家拢尊敬迄个就是上帝啊。因对上帝拢有敬畏诶心，伊毋敢讲伊做到，伊嘛毋敢讲伊发明啥物，伊安那敢讲这我大神发现诶。因为迄本地就拢有，像爱迪生嘛是安尼讲，人讲伊发明足济，伊讲无啊，我毋捌攞明物件，即拢本来上帝就有啊。我是大神知影，我毋是我发明吼。信仰也共款，最后目的就是看到上帝。科学家最后诶研究就是看到上帝，所以因拢敬畏上帝，就是天公就是上帝，听戆人就是即款。忠实的人吼，这是互人所听。好，咱今日到这。是，所以咱逐个拢是爱做戆人，对吧？安尼较有啥物？较有福气哦。较有福气。较有福气对吧？其实就是真欢喜吼，就是讲
上帝无看咱是戆人，其实伫上帝还是咱讲的戆是人看对咯。吼，是毋是人讲的迄像即个戆？人，咱图片顶外迄个人哦，你看伊真戆拢踮遐做石头石头，拍拢也无吹冷气。毋过你看伊的身体真健康啊，为虾米毋好咧？是毋是真戆？拢去顶日头下骹，踮遐咧做粗工。那像真戆哦，也袂晓吹冷气，热天佫袂晓吹冷气。是，所以不要紧吼。人若骂你戆人，你会感觉做欢喜的哦，我是有福气的人吼。这是啥物？明辉讲啥物？讲啥物？甲天公哦？迄个戆食天公啦。戆食天公。可能安啦。好，就是讲其实其实戆的是上帝拢会互你所需要的吼，所以观众朋友毋免烦恼哦。你若有啥物需要的，你就是戆来对上帝吼。其实毋是戆吼，是咱毋免烦恼，嘛毋免家己去创作侪物件吼。毋免家己用心计较，你要甲人争啥物？对，当得到足侪福气哦，所以你若有机会当到附近的教会吼，去礼拜阮的上帝吼。好，安尼真欢喜，后礼拜一的 AM，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佮继续来做伙讲台语吼。多谢今仔足侪观众朋友来捧场哦，佮有一寡泰国人吼，虽然你们听不懂，但是来参加吼，谢谢，多谢吼啊。这个节目是泰国的 KMO 基金会甲台湾台南新教会林老师做伙主持的，嘛欢迎你有啥物想要知影的吼，麦当甲阮分享哦。好，安尼咱后礼拜再会，多谢平安。